台港有業者是按算在彰化大村鄉的平和村要來起一般事業廢棄物的掩埋場，這面積是有15公頃。拜三呢是來進行環評審查，也毋過這地方甲環保團體煞咧抗議，認為講這個地點呢是山坡地，而且下底也閣有地下水的設施，恐驚會有污染甲環境安全的記錄。反對毒害，反對毒害，反對污染，反對污染。居民夜機仔發口號抗議，有業者要佇彰化縣大川鄉起一座大約15公頃的廢棄物掩埋場，要收廢玻璃、土木建築等等這廢棄物。拜三舉辦第2階段環評報告書審查會議，有儕民眾甲環保團體到現場抗議，因表示開發地點是佇山坡保育地，牽涉到儕環境污染甲山區安全問題。就煩惱講，也像安尼，我手踏落去，就阮遮就是無多生活水啦吼。田啊，攏污染啊！今嘛就是保護這個水源區，莫閣受到污染嘛。沒有開發必要性，對水源會有污染。工程過程之中會填大量的土方，11萬立方公尺。所以如果下雨的話，這個土方不就變成土石流嗎？環保團體表示，開發地點附近攏是碎石啊，地質真脆弱，唔但會有影響水土保持的顧慮，附近也有公共用水的地下水設備。這麼大型的開發案會影響八卦山的生態環境。開發單位表示，環境影響評估攏有做齊全的規劃甲配套。那彰化縣環保局表示，這案因為要佇山坡地開發，牽涉到環境敏感地區的開發問題，所以進入第2階段環評，一定會謹慎評估。做了完整的一個水土保持的一個措施。地下水方面的話，那麼我們這個掩埋場的底部有雙層的不透水布。保育措施的話，我們也會有做生態廊道。他112年就提出了這一個案子的開發計劃，我們開了環評會議，認為說，因為他在山坡地開發，有一些環境的敏感問題，所以我們進入了2階環評。我們希望環評委員審慎的來進行這個案子的整個審查。環保局表示，這站開發案即馬進入第2階段的環評，會由環評委員進一步審查。地方居民甲環保團體是表示，絕對反對大型開發案去影響八卦山的環境甲居民生活。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